接落嚟呢段內容曾經一度被嘗試封鎖。喺大西洋深處有不明生物成群追逐漁船，喺深海捕撈現場有人親眼見到佢哋靠近。呢啲喺全球各地不斷出現嘅美人魚目擊事件，正係顛覆所有人對海洋嘅認知。但係真正嘅問題係，水下面到底仲有啲乜嘢？你所見到嘅可能只係冰山一角。呢度係異常目擊，記得訂閱，因為有啲嘢你一旦錯過，可能就唔會再出現第二次。某個晴朗嘅早晨，一名男子喺泰國馬亞灣沙灘晨跑時，突然發現咗令人震驚嘅一幕。沙灘上躺住一個類人嘅生物，佢有住蒼白而帶鱗狀嘅身體，人類一樣嘅手臂同凌亂嘅長髮，但真正令佢毛骨悚然嘅係嗰條魚尾。佢聲稱從來未見過如此詭異嘅生物。呢個究竟係真實存在嘅美人魚，定係景區為咗吸引遊客而擺放嘅人魚雕塑呢？直到而家都冇人可以俾出一個確切答案。喺玻利維亞嘅迪迪夏克湖划船嘅時候，遊客內拉蒙特斯目睹咗令人震驚嘅一幕。佢聲稱見到一個類似人魚嘅生物潛入深水，仲未等佢完全拍低，呢個生物就已經消失喺湖中，只係剩低佢條尾巴被攝影機捕捉到。雖然影片入邊只係出現咗尾巴，但專家仍然無法確認嗰到底係美人魚定係其他水生生物。佢將自己呢一段離奇經歷寫喺遺言之中，只有佢自己深信不疑。1822年，盧森號嘅塞繆爾埃茲船長花費6000美元喺日本漁民手中買下一具佢認為係人魚嘅木乃伊。早喺1822年，就有日本漁民喺海中捕獲到一種形似人魚嘅奇異生物。佢長住類似人類嘅頭顱，銀色長髮飄飄，仲留住鬍鬚，身體覆蓋鱗片，肋骨清晰可見，尾部就似魚尾一樣。之後，塞繆爾埃茲船長遠赴日本，甚至變賣船隻，用6000美元買下呢一條所謂嘅人魚。但令佢震驚嘅係，經專家鑑定之後，證實呢一個只係鴉品，現時已經被收藏喺劍橋皮博迪茨園與考古博物館之中。喺大西洋某處，一班漁民正喺捕魚嘅時候，突然發生咗怪事，迫使佢哋即刻加速船隻離開嗰片海域。一群神秘生物開始尾隨住佢哋嘅漁船。呢啲生物樣貌詭異，皮膚呈灰白色，尾部仲生住魚鰭。漁民嚇到頭都唔敢回，咁逃離現場。佢哋將影片上載到網上之後，聲稱呢啲生物有可能係守護自己領地嘅美人魚，所以先會一路追住佢哋驅趕離開。喺麻薩諸塞州雅茅斯嘅海灘上面，一名男子發現沙灘上躺住一具正在腐爛嘅奇異生物屍體。佢嘅軀幹以上睇落似人類，有住相似嘅頭部同埋眼睛，但係軀幹以下嘅身體結構就同人類完全唔同。嗰部分似魚類，末端仲拖住一條黏滑嘅尾巴。佢懷疑呢個可能係美人魚，於是即刻聯絡當局，樣本被送去實驗室進行檢測，但最終結果並冇對外公開。一名潛水員喺大約5米深嘅水域拍到咗呢一個水生生物，地點喺泰國某個島嶼附近。當佢潛入更深嘅水域時，影到一樣奇怪嘅嘢，一條會發光嘅魚形生物正漂浮喺水中，全身布滿發光嘅鱗片。佢被呢一個生物嚇到，即刻浮上水面換氣，之後再潛落去，想睇清楚佢究竟係乜嘢。水底環境太過昏暗，只可以見到佢黏滑嘅尾巴喺水入邊拍動，可能係美人魚，又或者係巨型魚類，暫時無法確定。一名喺上比西河划艇嘅男子拍到一段無法解釋嘅畫面，佢感覺到水底有嘢喺皮划艇下面移動。突然之間，一個生住魚尾、身形健碩嘅影子破水而出，仲未等佢拍完整，嗰個生物就已經潛入深水區。佢堅稱呢個係一條美人魚，但因為只係拍到尾部，真相仍然無從確認。喺馬來西亞嘅沙巴州，漁民喺河中捕魚時，撈到難以置信嘅嘢。當佢將漁網拖上船嘅時候，仲以為捕到咗一條大魚，但係出乎意料嘅係，咁並非魚類，佢更加似美人魚，長住魚尾咁嘅下半身，但係腹部以上嘅軀幹同人類無異，擁有相同嘅面部特質、頭顱同埋頭髮。呢一個生物當時仲活住，尾巴喺船上不斷拍打。漁民們聯繫當局之後，將其帶走，再無人知曉呢一個生物嘅結局。5年前，兩個朋友喺澳洲珀斯郊外探險時，突然聽到遠處傳嚟奇怪嘅聲音，
佢哋循住聲音行過去，眼前嘅畫面令佢哋震驚不已。一隻詭異嘅生物正坐喺河岸邊，佢生住黑色長髮同魚一樣嘅尾巴。出於好奇，佢哋走近並試圖將呢個生物拖出水面，但當佢哋抬起佢嘅時候，佢突然劇烈掙扎，猛咁扎入深水之中，佢哋爭啲走唔甩。直到而家，呢對朋友仍然會返去嗰個地方，希望可以再次遇見佢。9年前，新巴威馬斯溫哥地區發生過一宗離奇事件，一名男子除低衫褲之後走入穆蒂里克韋河，之後就再冇返上嚟。英國電視主持人傑里米韋特曾經訪問過呢名男子嘅妻子，佢聲稱自己嘅丈夫係被美人魚拖入水中。佢形容呢種生物有住人類嘅外貌，黑色長髮、白色皮膚同魚一樣嘅尾巴。佢究竟係被美人魚，定係被其他可怕嘅水怪拖走？由於直到而家都未發現任何蹤跡，呢個謎團仍然有待解開。我丈夫喺沿河而上嘅途中神秘失蹤咗。2013年6月8號，兩位朋友喺基利亞特亞姆郊外遊覽時，發現海中礁石上躺住一隻奇異生物。佢哋企喺礁石上，覺得嗰個生物好似人魚，因為佢擁有人類一樣嘅身體。但係當鏡頭拉近之後，佢哋發現嗰個生物其實仲生住魚類嘅尾巴。兩個人都感到非常困惑，一個認為嗰係美人魚，另一個就堅持話只不過係海豹。你又點睇？喺留言區話我知。喺泰國廊開府一個小村莊入面，一名男子喺碼頭等渡船過河時，突然見到一隻奇怪嘅生物喺度撲騰。佢嘅尾巴拍打住碼頭，身體呈現詭異嘅青粉色，背部覆蓋住明顯嘅鱗片，而嗰張扭曲嘅面同碩大嘅頭顱顯得特別怪異。呢個生物扭動住身軀，突然跳入水中。當佢將呢件事講俾當地人聽時，卻被當成惡作劇，一笑置之。因為呢個地區從來未出現過呢一種生物。最近喺太平洋上巡邏嘅海軍警衛發現遠處漂浮住一啲唔尋常嘅生物，佢哋有住似人類嘅頭部，令警衛感到十分困惑。呢啲究竟係美人魚，定係遠睇似人嘅海牛？呢啲生物停留咗一陣，仲未等人靠近，就已經消失喺浪花之中。直到而家，警衛都仲未確定佢哋喺海上見到嘅究竟係乜嘢。2012年6月20號，澳洲第爾巴川水域驚現神秘生物。當時一班漁民喺河中靜候魚群上鈎，突然之間，佢哋察覺到船底有異動，水中伸出詭異嘅利爪，眾人即刻嚇到魂飛魄散。片刻之後，水面浮出一隻詭異生物，慘白嘅面孔配住漆黑嘅雙眼。佢試圖抓住用嚟做有利嘅雞，但最終未能成功。嗰個生物好快消失，只留下水面嘅漣漪同令人毛骨悚然嘅寂靜。自此之後，呢班漁夫再都唔敢去嗰片水域釣魚。喺愛爾蘭，一班水手喺卸貨時目睹咗令人震驚嘅一幕。一個未知生物正坐喺水中央嘅岩石上，佢擁有覆蓋住白色鱗片嘅魚形身軀，但更令人驚訝嘅係，佢嘅上半身竟然好似人類，睇落似一名女性。呢個生物腰部以上有住金色長髮同埋閃閃發光嘅背鰭，佢哋以為嗰可能真係美人魚，於是將影片拍低並上載到網上。有部分觀眾亦都表示呢個就係愛爾蘭傳說之中嘅美人魚生物，但係你又點睇？2013年，一對喺克羅地亞湖畔賞景嘅夫婦拍到一段駭人影片，喺 YouTube 累積咗2500萬次觀看。當呢個神秘生物突然破水而出，又迅速潛返入水中時，佢哋堅稱自己親眼見到美人魚，因為佢嘅頭部似人類，但四肢同尾巴就似魚類。網民之間亦都出現激烈爭論，有人認為嗰可能只係海豚，因為畫面太過模糊，貿然斷定係人魚並唔合理。如果你知道真相，歡迎喺留言區話我哋知。2018年喺澳洲南蘇拉威西海灘，人們突然發現一個奇怪嘅生物被沖上岸，佢半截身體露出水面，另一半仍然浸喺水入邊，伸住巨大嘅魚尾同黏滑嘅棕髮色身軀。當人哋將佢拖上岸之後，見到佢詭異嘅面容，都嚇到震驚不已。佢嘅面部竟然好似人類，有住相似嘅下巴同外露嘅牙齒。圍觀嘅人推測呢個可能係罕見魚類，又或者係尚未被發現嘅新物種。專家之後被請嚟進行檢測，但最終並冇公開任何明確結論。每日都有唔少嘢被沖上斯里蘭卡嘅海岸，但係2015年本托塔海灘出現嘅神秘生物特別駭人。
當時人群聚集圍觀嗰個躺喺沙灘上面嘅身影，尾巴布滿鱗片，但身體卻有部分呈現人形。最初佢一動不動，人哋無法確定佢仲係唔係生存。突然之間，佢抬起身體，滑向海水，喺眾人驚愕之中消失喺水入邊，只留下圍觀者對頭先所見嘅怪物震驚不已。幾名漁民喺北冰洋深水區工作時，突然遭遇到驚人景象。起初佢哋以為係海豚，但係當嗰個生物游近之後，先發現佢竟然似半人半魚嘅怪物。佢生住令人不寒而慄嘅人類面孔，頭部同黑色長髮。更加令人不安嘅係，佢游動嘅方式完全似魚類。幾個鐘之後，佢哋喺漁網入邊捕獲到同一種生物。呢個生物表現得極具攻擊性，仲會發出詭異嘅呻吟聲。之後佢哋將佢移交俾當局，但係離奇嘅係，關於呢個生物之後嘅情況再冇任何消息或者更新。一名女子清晨喺泰晤士河畔散步時目睹咗駭人景象，一個奇怪嘅生物漂浮喺水面上，佢睇落好似美人魚，有住人類嘅頭部、肩膀同軀幹，但同時又生住魚一樣嘅尾巴。呢個究竟係攝影機捕捉到嘅真實美人魚，定係其他未知生物？目前仍然無法確定。睇到最後，你會比較傾向相信邊一種解釋？呢啲現象係純粹巧合，定係另有原因？你又有冇聽過其他類似但更加離奇嘅記錄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諗法，一齊討論。呢度係異常目擊，我哋好快會繼續深入，記得訂閱，唔好錯過之後嘅內容。